Hello，咁多球迷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甲講超聯，我係蘇雞。呢一集會同大家分享翻精英杯決賽，理文對住南區嘅賽事嘅賽後評啦。咁啊，其實就呢場波都幾頗為人意料之外嘅，尤其是個比賽場面都係我自己都係意外嘅。咁所以呢條片都會分享翻我自己見到到底嗰個勝負嘅關鍵因素係點樣呢？兩隊波其實係咪比數差距咁遠呢？最後係南區贏4-0，咁恭喜南區捧杯。的而且確佢哋係一個跌宕起伏嘅賽季。喺賽季中間嘅時候呢，就都幾令人擔憂。當時我指出過啦，就球隊當時似乎飢餓感唔強啊，即係似乎喺個聯賽上邊冇乜嘢好爭嘅情況之下呢，喺個比賽個爭勝心方面呢，唔係好夠強。咁當時咧，我指出過一個論點，就講關於三番牌，其實就我覺得算係一個唔理想嘅講法啦。咁但係最後咧，今日咧就應該係話呢場波賽後咧，陳文俊先生咧都有再講翻呢件事咧，佢就話諗住做三番牌，最後食翻煲爆棚咁樣。咁陣間再講呢個話題啊。咁起碼即係叫做經歷咗咁多鋪做三番摸黃咗之後，最後喺臨尾一鋪係嘛最尾一個圈最尾一鋪嘅時候，咁可以有一鋪爆棚，咁啊唔使輸住走啦，咁啊叫做都 OK 嘅咁樣嘅。理文嗰邊就陣間再講下佢哋到底差在啲乜嘢啦。咁呢條片大家見到個場景有少少唔同，都係趕住做片啊，咁所以都係臨時揾個地方做啦。咁同埋尋日呢場波睇緊嘅過程裏邊都有幫阿 Karen 手拍一拍一個人物嘅，算係 chit chat 訪談嘅關於本地波嘅內容咁樣。咁應該佢喺呢個月內會出到片嘅，咁到時就出咗嘅話同大家單聲，然之後就過去阿趣味 Karen 嗰邊就支持下佢哋啦。咁大致上呢場波仲有就係 JSL 嘅直播啦。咁因為呢次喺港台電視就出啦，所以咧其實都我諗佢哋都壓力都再大啲。咁就都會講翻少少佢哋嘅表現嘅。好，咁講所有內容之前，呼籲翻大家啦，撳翻個 subscribe 訂閱掣。咁另外就撳翻個鐘仔啦，就唔會錯過下一條片啦。俾個 like，share 朋友仔睇下。另外就 comment 講下呢場波你嘅感受係點樣？滿唔滿意咧？理文嘅球迷，我當時坐理文球迷區嘅，因為得嗰度有位，同埋咁啱去到嗰度係得嗰個位，好彩有位理文嘅球迷讓一讓咗個座咧，俾我同阿 Karen 坐咧，咁先有得坐啫。咁喺嗰度咧就都感覺到佢哋嗰種失望嘅，係啦。咁就另外課金支持小弟啦，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無論 PayMe 定 FPS 轉數快都可以嘅。好，事不宜遲，即刻講呢場波啦。好啦，嗱，先講兩邊嘅排兵部署，跟住然之後我就 by points 講啦，我就未必會形容晒成場波嗰個發展嗰個流程啊，即係唔會由頭講到尾嘅嗰個流程，我可能係抽啲 topics 嚟講嘅。理文方面咧就箭頭就係安尼亞啦，羅莎繼續都喺左手邊啦，艾華頓喺右手邊。呢場就算係一個雙攻中啊，就係黃威搭住羅卓希喺中路，然之後防中位置就企保利神。嗱，其實三個都係傾向比較進攻型特點嘅球員咧，就拱衛住個防線前邊。呢個我見到之後咧，其實我係表示都幾擔憂。我一睇呢個排陣就發覺，咦？點解去到決賽呢個 moment 會用一個比較進取啲嘅排法呢？呢個都係當時都係一個幾大嘅問號嚟嘅。我見到個排陣就已經覺得有個問號喺度。另外就中堅方面就泰法蘇尼搭住道道啦，右手邊係周子謙，左手邊就係立花靈也，門將就潘常希。件事呢，結構呢，砌出嚟呢，企位呢，大部分人問題都唔係好大啦，但係關鍵在於個中場。陣間再講。南區方面咁肥棒係箭頭啦，Shu 就喺左手邊嘅，阿哥斯達中間，蘇哥仔吊衝5就喺右手邊。中場方面仲有就係基斯搭住容浩啊，企後一格啦。中村呢個川乃浩太喺中堅啊，川乃浩太同埋就宋柱浩就中堅啦。陳潤彤右手邊嘅閘位，左手邊嘅澤霆鋒，門將就係顏傲天，佢哋就算係好常規嘅擺法，而且啲球員都養精蓄銳，即係將最好嘅人都擺晒出嚟啦。咁南區嗰邊係正路，而且個中場見到都攻守兼備嘅，即係有基斯上班中場。因為之前喺季中有一個階段，基斯要來踢中堅，要踢三中堅個結構，其實
我自己個人覺得我就唔係太過欣賞嗰個擺法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基斯其實點都要企翻喺防線前邊，甚至乎因為佢能夠有後上嘅機會，佢能夠喺禁區頂，其實佢都有啲波底，有啲腳法可以傳到下波，咁所以冇必要擺到咁深嘅位置，而且佢保護防線嘅能力喺禁區頂嘅保護防線能力亦都係唔錯，咁所以喺呢個環節上邊，我認同基斯應該擺翻中場嘅位置多啲嘅，咁所以成個排法方面都係好合理。賽前同南區佢哋嘅傳媒主任Gary 咧傾下偈，大家識咗好多年，咁就都佢哋賽前其實佢哋都唔敢諗太多，但係佢哋就係嘅嗰個目標就係希望將最好嘅人都擺晒出嚟啦，最好戰鬥力、最好心態嘅人都出晒嚟啦。攞到幾多就攞幾多，爭得幾多就爭幾多啦。即係佢哋個團隊嘅心態係咁樣。咁呢個我覺得都係OK 嘅，即係又唔係完全冇攞過，星杯又攞過。咁但係去到呢個 moment 呢個狀態，大家都團結一致嘅話咧，咁其實賽前諗呢兩隊大家對碰應該係近嘅。因為就兩隊啱啱都可以催谷到對球隊個狀態，咦去到一個位係好嘅咯咁樣，咁所以咧就都期待。嗱，咁 by points 講啦，最後李文輸0-4，綜合而言，其實如果單睇上半場而言，輸3球，其實咧都真係有個別位置犯錯。而且又有個別嘅機會把握唔到，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問題。我先講翻就係第一個南區嘅入波啊，南區嘅入波第一個咁其實咧就係阿哥斯達嘅入球啦。咁其實呢個入球咧就來自於南區右路嘅位置嘅進攻。咁呢球波咧其實要讚翻蘇哥先，蘇哥喺場波裏面非常之出色嘅。陣間有個位我都會講下啲 U22球員。趙聰喺右路嘅位置去突破，咁其實呢下就立花零下個單防，其實就真係 soft 個頭，即係個人覺得真係比較偏遠啊。咁趙聰其實喺對抗方面，佢唔算好標青嘅球員，但係佢進步緊佢進步緊嘅喺對抗方面。咁喺呢一下，其實佢基本上埋身拍嗰下，佢係冇乜點樣俾到太多壓力趙聰五，而且趙聰五一變速嗰下，有時都令到佢少少捉襟見肘。我過往講過啦，立花佢進攻強嘅，防守咧都真係幾普通嘅啫。咁所以你必須要有球員去遮佢後邊嗰啲位置，或者係掩護佢後邊嗰啲失咗嘅位置。咁呢下咧，其實就黃威埋對嗰下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唔應該埋去立花嗰度包抄趙聰五，因為其實禁區裏邊仲有好多紅衫喺度，基斯喺度啦，就後邊哥斯達喺度啦。咁好啦，黃威埋咗個包之後咧，咁趙聰五又將個波撩到出嚟之後就基斯基本上空晒。咁基斯空晒嗰下，佢就已經可傳可射，咁令到李文嘅後防就好被動啦。咁其實基斯係作勢勁抽嘅，然之後最後其實係傳翻去門前位置就俾哥斯達搞掂。咁嗰下被動係在於。你見到個李文防線收咗埋去，其實佢係咪算對晒人呢？其實佢收到好深，佢盡量都對齊啲人，但係嗰個中場線其實佢翻到嚟 cover 嘅位置都唔多，即係中場線都唔夠人翻嚟，或者其實佢哋本身個特點都唔係翻到咁深去做防守嘅，咁所以你會見到點解好似冇人 mark 咁樣嘅，就係有呢個情況，因為 once 黃威一飆咗去蘇哥嗰度，基斯空晒，冇人遮，然之後。順勢就引埋其他人出嚟遮基斯嘅時候，哥斯達空晒。成個失波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同李文今場波排中場嘅缺陷係有關係嘅，好大關係添。咁在於李文呢場波排個中場個失誤係在於過往朱基咧，其實佢喺應該係。達 Sir 冇做之後，都有一段時間做過暫代主教練，係嘛？柯倫未上任嘅時候，有一段時間係嘅印象中。咁嗰段時間咧，其實佢試過有一場波排過3防中嘅，我都有印象應該係排過3防中嘅。咁我當時其實喺片度都有同樣嘅問題提出過，就點解呢場波會保守咁擺法嘅？即係排3防中係遮到禁區頂啲空間，但係你守轉攻個拍會冇支援嘅喎，唔夠後冚嘅喎咁樣。咁喺呢場波一場過嘅杯賽決賽裏邊咧，調翻轉落佢擺個3攻中嘅
擺法出嚟，佢係好有信心去控制個中場。佢自己賽後都講嘅，中場咧係控制權係攞到嘅，但係啲失波就係失晒咁樣。我係啊，即其實咪變咗。你三攻中擺出嚟就係、係啊，你手轉攻咪效果好㗎嗱，你呢場波手轉攻冇問題嘅喎，即係你喺後場啲波運水嘅時候通到喎，上到去喎，但係問題你攻轉手嗰 part 就出事啦。你攻轉手嗰 part 你點可以 make sure 你班中場可以有覆蓋面夠速率，翻到去禁區頂，翻到去中堅面前遮得晒啲位咧？平時胡俊銘喺度嘅時候，就胡俊銘佢一個跑晒㗎啦。但係我上條片講，或者之前都有講過啦。胡俊銘最近其實係翻緊嚟，係起緊噶嘛，係狀態上升緊，係開始變翻好啊嘛。咁呢場波點解唔係胡俊銘一個再搭另一位咧？咁因為 U22嘅名額限制啦，所以羅卓希一定要喺度啦。OK， 咁我唔喐羅卓希，咁其實係咪王威同保利臣係咪應該要2揀1咧？個人覺得其實可以呢場王威未必要踢正選嘅喎，可以其實係胡俊銘搭住保利臣，算係一個雙防中，咁佢前邊就拱衛住羅卓希喺一個攻中位置，其實都得嘅喎。咁一開頭嗰個排法其實就已經令到佢哋個陣容上邊有一個先天缺陷，就係佢哋攻轉手會個防守會好薄弱，所以你會見到就係當南區啲反擊打出去嘅時候，點解你覺得咁快咁爽，咁多 one touch 跑咁多位置咁多空間？哇！冇人買俾壓力南區嘅，因為喺中場翻嚟都翻唔切啦嚇。保利臣佢唔會追到翻嚟啦。咁王威你又 expect 佢唔會 cover 到好似胡俊銘個範圍咁大啦。所以當你會見到啦，即係中場需要人力 cover 嘅時候，而且欠缺一個真係所謂打仔格啊，所謂一個氣袋型嘅中場喺度幫手 cover 住禁區頂嗰啲位置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情況啦。攻轉手係好薄弱嘅，啲防守係好唔夠速率地追翻轉頭嘅，咁會令到南區一反擊嗰3個4個一向前高速衝嘅話，就直接面對泰法蘇尼，直接面對杜杜，咁佢哋就好危險啊！佢哋處於一個極之危險嘅狀態，佢哋一路要望住啲位，一路跑翻轉頭，但係對面一路跑得好快，而且佢哋前面係冇人嘅，啲中堅前面冇人幫手啊，咁所以佢哋喺飆出去與褪後之間，佢每球應付防守佢都要做抉擇。我呢球飆唔飆好咧？或者我呢球縮唔縮好咧？縮到幾多好咧？縮到幾多一定要飆出去咧？其實佢哋心裏邊咧都未必有譜，因為喺個高速嘅反擊當中咧，其實佢哋要瞬間萬變，都要決定好多嘢。咁但係嗰刻，如果佢哋前邊欠缺咗一啲幫手遮線掩護嘅話咧，就好下風啦嚇。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李文呢場波嗰個失敗嘅主要因素喺個中場嗰度啊，喺個中場嘅排法嗰度。我自己個人覺得胡俊銘係呢場波一定係要正選嘅球員。其實杯賽一場過噶嘛，其實反而呢場保守啲係應該嘅，呢場唔應該太進取嘅啊！而且對方係好擅長踢反擊噶嘛，好擅長踢快攻啊，冇理由擺一個運轉力不足嘅中場出嚟係去應對別人嘅。咁我又覺得我自己唔係太過認同咯。即係如果我有機會問下嘅話，我都想，到底點解嘅咧？當時嘅視覺係為咗啲乜嘢嘅咧？係咪就係因為想掌控住比賽，所以就擺3個算係偏攻擊型嘅球員出嚟，令到個中場可好強勢啊？其實頭10零分鐘出嚟個勢強㗎，李文係有機會㗎，有好多有啲撞眉啊，啲近門嘅射門啊，其實佢哋攻到嘅喎，咁但係你把握唔到嘅時候，開始慢慢對方適應咗你節奏。對方就會攞到一啲快攻嘅機會嘅時候，嗰個惡果咪自己承擔翻咯。跟住然之後，第二個失波就係嚟自杜杜失誤啦，托大咗啦，自己後防咁就省中咗阿哥斯達，解圍嘅時候省中阿哥斯達，然之後就肥跑門前扭過埋門將啦，咁啊周志謙都救唔到空門啦，最後2-0，跟住好快10分鐘之後失3球啊！呢個就係角球嚟嘅，咁啊基斯嘅頭槌啦，又係冇人跟，咁嗰下咧其實就係羅沙跟甩咗啊！羅沙一路都跟緊基斯嘅，但係就應該俾另一個南區球員劈走咗羅沙，令到基斯跳頂嘅時候冇壓力跳頂，然之後就好輕鬆頂入咗。咁就係咁樣就半場3-0。嗱，最後去到下半場4-0嗰球，其實都係立翻，我覺得都係要孭飛。喺防守上邊都係 soft 埋嚟嗰下，我唔知佢係呢場波即係輸到咁上下嘅時候，大家開始
真係有少少心態崩潰咗嚇，埋身你見到個決斷曾聖琛埋去搶嗰下硬淨度都薄弱嘅，咁令到蘇國其實係由後場帶出嚟，然之後就一路推進啦，俾到中間就係其他隊友，然之後肥棒推，跟住阿 Shu 助攻，最後去翻尾柱度就阿蘇國仔埋齋咁樣，算係一個啟動點係趙聰埋齋點都係趙聰嘅一個入球，咁所以其實佢走好多嘅咧，呢場波同埋呢球入波都係，咁最後就將比數就係鎖定喺4-0嘅，咁入球就形容到喺呢度啦，咁其中有2球都同立花都幾有關係啊，所以其實係要孭飛嘅佢呢場波喺個防守上邊，咁另外就中場頭先我提咗啦個缺陷嘅問題啦，其實亦都從心態角度去睇就係當李文。其實去喺上半場失咗3球之後，我自己個人覺得去到下半場佢哋有可能會煥然一新嘅咁畢竟3球又唔係話完全冇機會發生追得翻，又可能都真係有得追下咁下半場出嚟，其實頭段都 OK 嘅，頭段都有攻勢嘅，咁但係又係攻得2攻之後呢，就係又係好快。即係嗰個勢又冇咗，開始信心就下降。咁你知，即係對方一打幾次反擊出嚟，其實就算對方入唔到波都好啊，你跑翻嚟嗰啲球員都謝，都好攰，而且係會覺得好泄氣。唉，攻擊都攻唔入，跟住然之後又輸反擊，然之後又跑，其實係會有一種心態上面不斷折磨，然之後不斷向下 drop， 然之後最後就崩潰有球迷應該留意到，去到第4球嘅時候，立花嗰啲回追咧已經追咗下收步其實就唔係體能嘅問題，係心態去到嗰刻係崩潰放棄咗嘅問題咁呢個我諗係你睇得出㗎。你喺場波裏邊係睇到有啲球員去到嗰個 moment， 放棄啦，頭耷耷想快啲完場咯，唔想再面對呢場比賽，會有啲咁嘅心態出現嘅咁下半場其實去到4-0打後，其實李文係仲係有攻勢，都 keep 住有攻勢，咁但係都仲係入唔到波。呢場波佢哋安妮其他啲頭槌嗰啲，全部一係就中微柱，一係有時就角度比較正宗少少。顏浩天又表現得好好咁就全部刪走晒。另外就有啲咧，算係半空門機會啦，即係對方如果中籠嘅話咧，係基本上都好大機會入嗰啲咧，有時啲後防埋到嚟又鏟走晒啲波，陳俊彤等等另外應該有澤廷空又護下空門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因素加埋，李文嗰個如果論數據應該就係好多射門數據，我手上邊冇一個好確實嘅數字，但係基本上嗰個黃金機會係超多，我諗多南區起碼1倍以上，但係全部都入唔到。嗱，世事就係咁樣，全部都入唔到，全部都微處護空門俾人鏟走，龍門又救到，全部都係咁樣，一球都冇。其實李文呢場波嘅進攻，我唔認為佢哋一球入唔到但係事實上就係咁樣咯，就係真係差啲運氣，真係一球入唔到。咁另外南區嗰邊其實佢攻勢真係好多咩？唔係佢打幾個快攻嘅啫，但係佢全部入晒，全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入晒。咁你要話要好詳細地解釋成件事係同咩部署有關，係同部署有關。頭先提咗有部分嘅部署都有關，但係亦都有好多因素同埋某程度上都真係同啲運氣真係有啲關係我認為李文呢場波佢唔係踢咗一場好差嘅賽事，但係佢個運氣真係幾差嘅賽事，佢唔會係今季最差嘅。李文呢場波南區嗰邊呢，調翻轉講真係踢得幾好。南區除咗把握力好好將所有應該入嘅波入晒之外，其實佢哋嘅防守係做得好好嘅。場波裏邊尤其是佢哋兩集嘅防守，中堅嘅防守係做得好。喺門前嘅位置，其實有好多次咧，都係對方已經入到禁區，準備製造起腳機會，準備面對住個籠勁抽埋嘅時候，佢哋嗰班後防係全部將士用命頂住晒啲波，鏟走晒啲波。其實開波好早嘅階段都見到陳俊彤鏟走咗安尼亞嗰個近門嘅起腳噶啦，即係安尼亞準備出腳嘅時候，阿陳俊彤快一步一嘢埋嚟鏟走咗個波。咁呢啲又係其實你見到啲球員嗰個信心好強咯，集中力好高，佢哋嘅防守集中力好高呢場波裏邊。咁呢個係你係要俾好多掌聲，冠忠南區喺呢個階段喺呢場咁緊要嘅賽事裏邊，佢出嚟就好 ready， 入局好快嘅情況之下都可以真係應付得好好。
跟住就講下啲 U22球員嘅表現啦。另外就提多一點，就係關於李文嘅部署，就係、其實李文喺下半場係喐過部署嘅。下半場出翻嚟嘅時候，艾華頓同羅卓希係換咗位，羅卓希埋咗去右翼嘅位置，艾華頓去中間，算係可以叫做cut 兩邊咁樣嘅球員嘅角色嚟嘅。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覺得咧，過往嘅精英杯咧，一開頭擺正選，其實羅卓希都會擺喺條邊度，然之後就艾華頓一係就中間，一係就邊。咁其實我覺得一開頭正選，其實羅卓希咧冇必要擺喺個中路嘅位置拍住王威喺前邊，係真係難度好高，挑戰好大啊！咁樣我覺得會有影響到即係成個中場嘅運作咯。但係你話單從羅卓希嘅角度，單從羅卓希嘅表現嚟睇咧，又唔係好曳。所以我要講下啲 U22球員表現，講下李文嗰邊先。喂，潘尚希冇辦法係佬啊，佢可以做咗幾多嘢啊？即係好多波其實根本上冇得救啊！咁阿哥斯達第一球冇得救，咁近門嘅起腳，咁然之後肥棒扭過埋佢，又係冇得搞。咁基斯冇得救，雖然佢頂中路，但係頂彈地個波好行嘅，又好難救啊！咁然之後第四球都係冇啦，近門踢邊又冇得救。咁所以基本上其他嘅時間潘尚希都唔係話太曳，冇太多嘅失誤，應該有少少瑕疵嘅，但係又唔算係太多嘅失誤。咁但係你話失嘅波咧，其實佢要負責任好細咯。咁周志謙喺呢場波裏邊，其實佢亦都唔算話真係踢得好好，但係佢個心態都算係 keep 住有戰鬥嘅狀態喺度嘅。咁但係奈何一個人佢影響唔到太多，所以其實佢就算有戰鬥嘅心啦，競爭嘅心，爭勝嘅心，但係其實成條防線都係陷入咗一種霧霾裏邊啊！即係都真係大家都烏雲蓋頂啊！咁所以令到周志謙都其實喺個防守上邊都係有所欠缺啊！喺場波裏邊，羅卓希喺前場就我覺得佢其實一有波嘅時候個表現係好嘅，其實佢係真係有啲靈氣嘅球員嚟嘅。佢一控住個波嘅時候，其實佢係都有一啲花哩花碌嘅處理嘅，即係有時有啲好意想不到嘅處理，用個波傳個波或者係點樣去突破扭個波，佢都有呢啲。我自己嘅 comment 係，如果呢個球員喺 keep 住喺陣上邊多啲上陣時間去鍛鍊，令到佢對場比賽嘅影響度高啲嘅話，會好啲。因為佢唔係時時都係影響到球隊，佢只係間中有波嘅時候影響到球隊。咁但係喺無球嘅時候啦，或者喺持球嘅時候啦，點樣同隊友再配搭連接得多少少，繼而影響到場比賽咯，繼而入到禁區做到助攻入到波，真係有數據攞喺手，有 end product。咁呢個就係羅卓希嘅情況，佢有少少早年啲嘅趙聰，佢有少少似早年啲嘅蘇國嘅，我覺得個感覺上邊，鄧賢占出嚟其實冇乜太多表現機會，因為已經算係一個去到後邊擺咗入雪櫃啦。南區嗰邊顏傲天打得好好呢場波，其實雖然即係成日俾人恰身高啊，咁但係呢場波裏邊，對方嗰啲角球埋到嚟頂咧，又係算係角度頂得比較正宗啲，又令到又救到，撲得走喎，全部波都咁，所以喂佢其實是但一兩球撲唔走，反應唔夠快咧，就其實就嗰個故仔可能會唔同。但係顏傲天係偏偏即係大部分嘅險球佢都救得晒啊！容浩就其實容浩每次都唔會太過出事嘅。雖然冇乜太大貢獻，但係佢每次都幾叫做平穩地度過佢喺精英杯嘅賽場嘅比賽時間嘅，係啊，即係我唔算多時間提容浩嘅表現上邊，亦都唔算多時間特別留意到佢嘅，但係好似咁就佢唔會好搶鏡，但係又唔算係成日失誤嘅人咯，咁就希望佢平穩成長咯，即係有時係咁㗎，即係要練一啲。儲一啲經驗，咁平穩成長都 OK 嘅。暫時未有表現啫，唔代表唔得嘅，未得啫。儲多啲經驗，儲多啲時間咯，儲多啲波鐘咯嚇。另外就游卓峰啊、莊俊等等咧，都係比較後段出嚟啦。咁就呢啲都冇乜太大留意到噶啦。咁就講耐就講趙聰同阿蘇國啦。早年啲嘅蘇國咧，我就成日形容佢就要話要鍛鍊多啲武器啦。雖然有腳法啦，有技術啦，有進攻嘅意識啊，但係咧就對抗未夠好啦，或者係未夠影響到場波，就係未夠入禁區嘅時間咯。即係入禁區
又好似唔敢做動作喎，或者冇直接影響到個龍門喎，咁其實人哋係唔會驚你噶嘛。咁但係而家嘅蘇國咧見到個對抗強咗，咁然之後會衝入禁區做多咗嘢，會傳波會射門啊，會攻門嘅，會有產生威脅嘅。咁然之後掕個波嘅穩定感係強咗好多，敢於突破，會變速，會加速嘅。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嘅跡象嚟嘅，好嘅發展嘅一個路徑啊，同埋步伐。咁亦都賽後就南區嗰邊就話應該要簽蘇國啦，係嘛？咁希望佢 keep 住喺南區呢樣即係呢個程度嘅表現咯，係可以踢到主力嘅表現咯。咁就係 U22 球員係咁啊，咁最後都係阿蘇國拎 U22 嗰個最佳球員嘅。咁呢場波仲有讚埋，仲有講埋一樣嘢啦，就係再一次恭喜南區咯，就係關於三番牌嗰樣，頭先開頭講咗少少，就係最後嗰個爆棚咧，其實就係我覺得係因為球員喺呢個杯賽上邊佢仍然都有堅持，佢見到希望，最後就谷得翻上嚟，咁令到佢哋其實根本係淨係集中精神踢呢一場波嘅啫，即係嗰個心理狀態就係咁樣。咁最後唔使輸住走係一個即係好美滿嘅賽季啦。對於冠忠南區嚟講，用打麻雀去形容幾好啊咁樣，仲要最後仲要食翻鋪爆棚，我真係幾開心喎咁樣。咁喂，會唔會有啲年輕嘅觀眾唔知咩叫做爆棚㗎嘛？大家有冇打麻雀或者識唔識打麻雀啊？即係咧，爆棚除咗形容咧啲觀眾，即係嗰啲入場人數爆棚之外啦，即係滿座之外咧，咁爆棚其實都係打麻雀嘅其中之一個術語嚟嘅。咁所謂咩三番牌就係、是、譬如我哋廣東牌就譬如最少就三番起壺咁樣啦。爆棚嘅意思就係、是、其實就係上限番數。咁例如廣東牌就可能8番係上限啦，或者10番係上限啦。咁你食嗰啲咩13腰啊、大三元啊、嗰種咧，咁就係所謂嘅爆棚啦，因為佢一定係滿番㗎啦，一定係達到佢嗰個上限番數啦，咁所以呢個就稱之為爆棚。咁所以今季成日提住做三番牌嘅南區，最後食咗鋪爆棚，就係佢本身係做下啲對糊嘅啫。呢鋪最後就可以咧留於整個自摸13腰啦，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啦。以防嗰啲年輕觀眾可能唔係好識打麻雀，唔係好明咩叫爆棚啊。係好。都係一個廣東文化嘅小知識啊，唔係鼓勵大家賭博啊，唔好誤會啊！打麻雀都係一件幾有技巧嘅一個灑落嚟噶。好，咁就到 JSL 嗰邊啦噃。喂，JSL 嗰邊咧就今日嘅同學仔都 OK 嘅，幾好嘅呢場波。咁都係分兩批啦，過往都係咁樣噶啦。咁就上半場嘅同學係會緊張啲，呢個都係過往嘅一如過往嘅情況。因為都係嗰句，你要適應個環境啊，你要知道發生緊咩事。咁然之後上半場嗱，如果記錯咗提一提我喎，有 Terence 啦，有 Jordan 係嘛，仲有阿樂瑤咁樣嘅，咁就兩男一女。咁 Terence 咧有一個點我都欣賞嘅，應該 Terence 嗱應該係熟籃球唔係好熟足球嗰個位係嘛？咁其實佢咧都有善用到一樣嘢，就係我上條片都有提過，就係佢既然唔係好熟足球。佢既然唔係好懂得個球賽嘅嗰個發展嘅情況咧，佢比較多識得去運用一啲場外資訊或者球員資訊、球員新聞或者係一啲 press con 裏邊會講嘅嘢，球員有一啲新聞裏邊會講嘅嘢，去對應翻場波當時發生緊咩事。如果當時場波嘅話題去咗阿周志謙度，咁佢又會講關於周志謙嘅嘢，係可能事前嘅一啲訪問咁樣。咁嗱呢個咧就係達到咗我之前講啦，就係話。你如果對於足球個運作未必好熟悉，但係你想參與到成個直播嘅話咧，就係用多啲呢啲資訊，咁咪所謂搭到爹咯，又唔會令到人哋覺得你唔識啦，係嘛？咁人哋覺得你有睇，你有做功課，你知道賽前做個 press con 講咗啲咩話人哋，所以個方法就係咁樣。咁佢呢度就好懂得有意識地用喺場外資訊嚟彌補咗嗰個不足嗱，咁呢個都係好嘅。Jordan 應該係中間個位啦，咁比較熟波啲嘅佢都係表達技巧方面咧，佢一開頭都係要比較緊張啲。咁呢班同學咧，其實上半場嗰班咧都要去到差唔多20分鐘
先真係開始好啲嚇。Jordan 就去到差唔多真係20分鐘左右先開始慢慢越嚟越流暢，越嚟越流暢咁樣。咁有個位提翻佢啦，就係中場完咗之後咧，交俾樓下拍檔嘅時候咧，其實嗰個 moment 咧，其實個 camera 係影住大家坐喺度望住鏡頭，咁所以咧就唔好望後邊，係要望住個鏡頭，望晒個鏡頭，因為你睇乜嘢，觀眾就睇乜嘢。你個 mon 係影住你嘅話咧，你記住要望住個 mon，望住個鏡頭。OK。咁另外就阿樂瑤方面都係偏緊張咯。雖然佢係有踢開波，咁但係似乎咧佢喺形容足球方面咧，形容球賽方面咧，佢嘅通啦或者係用詞方面咧，我覺得嗰個精準度唔夠好，即係可以個詞彙把握得再好啲。上半場就係咁樣啦嚇。咁記住入波嘅時候就唔好掛住睇，係要形容場比賽，因為我見到有一球入波，好似係全部人掛住睇波，靜晒，跟住之後一入咗波之後就哇嗌出嚟。咁其實千祈唔好咁樣，因為你要照顧個觀眾，因為觀眾咧其實佢未必90分鐘咧都望住個 camera， 佢可能會係可能洗緊碗，佢可能會係做緊其他嘢，佢可能撳緊電腦撳緊電話。其實佢係透過你嘅形容去 draw 佢 attention， 令到佢本身睇緊電話都望翻個 mon 發生咩事先。但係如果你哋去到緊張嘅 moment， 居然唔出聲，淨係望住場比賽發生，然之後一波就喺度哇嘅話咧，其實佢就突然之間哇乜鬼嘢？你哋發生咩事啊？點解你哋入波都唔講我聽嘅，就係喺度哇嘅？我係哇嗰刻我先知道原來已經入咗啦咁啊！咁之前發生過咩事啊？咁樣即係佢即係好容易會產生咗呢個情況嘅，觀眾個感覺會係咁樣，所以呢個可以留意下。下次如果見到啲緊張嘅 moment， 記得 keep 住要形容緊場波，你唔係坐喺度睇波嘅，你係要形容場波啊！咁就係咁樣啦，咁唔緊要嘅，第一次做梗會有呢個情況嘅。跟完之後就去到中場啦，場邊兩位講數據嘅同學仔係好好淡定談吐亦都好流暢，好穩陣，亦都見到有差啲就嚟炒車邊緣都掙扎翻嚟嘅女仔，應該都係叫阿瑤，好似女仔係我聽到佢講嘢，佢掙扎邊緣㗎，準備想炒車，即係準備螺絲嚟啦，但係掙扎到佢嗰下呼吸咗，然之後突然繼續講埋落去，咁掙扎成功，然之後將個 airtime pass 翻上去，非常好，掙扎得好好，而且完整地完成咗成件事，冇話好核突地好停咗喺度，或者係再嚟過咁樣，冇啲咁嘅事發生，係啱嘅，好好啊呢個掙扎，因為其實正常就算做咗好多年嘅廣播嘅人咧，其實有時有啲位咧，呢啲 live 咧都會掙扎噶或者個腦有時嗰刻，哎呀講咗唔知咩添，兜翻嚟先咁，都成日都有呢啲情況。咁所以掙扎係常態嚟嘅，所以第一次做懂得咁樣去掙扎，其實已經好叻啦咁去到下半場就有阿三、有威同埋有 Ruby。咁其實下半場三個就好好，好明顯一入局好快。下半場三個 JSL 嘅學員入局係快過啲球員。係一坐埋嚟就嚟嘅咯，佢哋都真係幾快脆。咁男仔兩個咧就聲線好平穩，個通幾好，而且都好叫做熟悉足球嘅運作啦，熟波啦，所謂咁所以都第一次做非常之唔錯，好平穩嘅。咁然之後講下女仔啦 ，Ruby 阿盧比咁佢都有足球背景啦，但係我想講出嘅係 Ruby 最令人哋印象深刻嘅係佢開口，應該係話佢第一句做嘅評論，或者係佢第一句分享自己嘅意見，呢句嘅 comment 或者佢呢段嘅說話呢，其實係全場波6位學員裏邊，我淨係見到 Ruby 可以有一個真係佢自己得出嚟嘅分析，而且呢個分析係準嘅，我認為係準確，係一聽就知道講到重點，非常之準。佢睇半場睇得出呢個情況，就係攻轉手嘅問題。佢有提到就係講關於王威可能攻轉手嗰刻咧就跟得慢咗少少，佢有咁樣去講過呢件事。佢指出呢個 point 其實個重點就係我呢條片嘅重點，就係李文喺排陣上邊就出現咗一個先天嘅缺陷，就係攻轉手唔夠快，追翻轉頭嘅球員唔夠快，配搭上邊出現咗問題同埋錯誤。而阿路比咧就係喺呢個位置上邊，好似係順文一問佢，佢就即刻講咗呢樣嘢啦，講關於球員嘅，佢又講咗關於呢樣球員嘅表現嘅嘢啦。咁所以係呢個係又係俾個 like 佢，係又係
分析得好好，而且係得佢一個講到呢件事，好簡單，佢唔甩咳㗎，佢講出嚟，佢一下就督到個重點出嚟，咁呢個係好嘅。咁個氣氛可以再好多少少啊！下半場嘅同學氣氛表達冇問題嘅，個通都冇問題嘅，氣氛可以多啲起伏嘅話咧，咁就大家再興奮啲咯。個通大家都好舒服嘅。好啦，就咁樣啦。comment 到呢度啦，咁就成個精英杯就喺呢度就叫做圓滿結束。咁今屆嘅精英杯去到最後由4強啦到決賽啦，都係我覺得都 OK 啦嚇，即係有啲比賽都 OK 嘅。決賽呢場就稍為意外少少。咁但係你話係咪唔合理嘅賽果？唔係合理嘅賽果嚟㗎。南區係值得捧杯嘅呢場波嘅表現嚟講，佢哋係狹路相逢勇者勝嘅球隊喺呢場波裏邊啊。咁而且就又係恰住李文喎。之前南區點會又係恰住李文啊？咁硬係就係冥冥中嘅自有主宰咯。喺精英杯嘅呢個情況啊。關於場波本身就頭先我要講嘅都講咗噶啦嚇，咁就片就嚟到呢度啦，咁條片就短短地啦，咁再提到大家一次啦，咁就去到應該呢個5月份咧就會係最白熱化嘅階段啦，成個港超聯，咁希望呢個月嘅內容都可能都頻密嘅，咁希望就大家都中意啦、欣賞啦，咁另外就支持下趣味 Karen 嗰邊咧，因為都幫佢拍咗一條人物專訪嘅。咁佢就話係喺5月裏邊會出到噶啦，咁就出嘅話就提一提大家，然之後支持下佢啦。最後啦就呼籲翻大家啦 ，subscribe channel 撳翻個鐘仔就冇錯過下一條片，俾個 like，share 朋友仔睇下，另外 comment 講下你嘅感受係點樣樣。課金支持小弟少少嘅支持，多多鼓勵，無論 PayMe 定 FBS 轉數快都可以嘅。好，時間去到差唔多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